今日教大家煮嘅健康菜式係香茅蒜片焗雞。今日煮嘅係4人份量，材料包括雞髀同蒜頭，醃料就有香茅、鹽、糖、紹酒同生粉。首先將洗乾淨同去除肥膏嘅雞髀放入碗，然後加入醃料，包括一條已經切碎咗嘅香茅。鹽2分1茶匙，糖2分1茶匙，生粉1茶匙，攪勻。再加入紹酒2茶匙，攪勻，醃大約30分鐘。喺等緊焗爐預熱至攝氏200度嘅時候，將洗乾淨咗嘅蒜頭切片，鋪喺包咗錫紙嘅焗盤度，將雞髀放喺蒜片上邊，然後放入焗爐，喺大概焗咗30分鐘嘅時候，反轉雞髀，繼續將雞髀焗至完全熟透。雞髀焗熟後，去除骨同皮之後斬件。雞髀上碟之後，將蒜片鋪喺面就完成㗎啦。呢道菜式嘅營養分析以1人份量計算，係熱量75千卡路里，碳水化合物3克，蛋白質10克，脂肪2克，膽固醇46毫克，纖維素0.1克，鈉質334毫克。